香港運輸署最新數據顯示，2026年2月，廣汽 IN 喺香港電動車市場地銷量勁升，坐穩中國品牌第2位，全港品牌第3位。INUT 成為時尚智能新時代超級 icon， 憑借高科技、高品質贏得用戶信賴。This one is the one I like it most. INEH 高性價比夠實用，通勤代步首選，亦獲得香港路政署青睞，成為巡邏同工程專用車。豪華旗艦 Hypertech HT 憑前瞻設計、高階智能同闊落空間，滿足追求高品質用車嘅市民。渠道服務都好到位，品牌中心同陳列室覆蓋北角、灣仔等核心區，九龍灣、葵涌兩大維修中心隨時護航，用車無憂。而家正值3月銷量黃金期，今個月會有一批熱門車型陸續運到香港，誠邀各位市民親臨全港各間門店，沉浸式體驗熱銷車款嘅實力，把握黃金機會，將心水座駕開返屋企。